在下来团体介绍嘅一个特别的舞团，成立为4年人嘅舞蹈生态内创意团队，也系国内少数透过舞蹈来探讨环境生态议题嘅现代舞团。来自苗栗的艺术总监彭晓妍，从小路过后跳舞，也引体练舞。不过，伊无做呢科班的升学管道去考舞蹈呢，伊大学读嘅系农艺呢哦。也因为安尼嘅经历，伊确定要成为一个专业舞者，同时要结合一个专长。伊同一群有共用理想嘅伴，向下创立为舞团，要用有创意嘅现代舞蹈，勾唤起民众对环境嘅重视。等等紧张的节奏，做成强身的舞者同鬼神都是非起舞的舞山人送来送去，象征水年速度不一。连登3年响应国际水舞蹈节的新生态舞团舞蹈生态内，为透过作品表达出对环境议题的关系。但是我希望，就是我的做法也是符合我们舞蹈生态系的理念，就是我绝对不会是很轻易的丢出一个说我只是很美丽的在那个实体跳舞。我希望那个东西还是一直有把我们人跟自然怎么去找到平衡的那个理念，但是包装在一般人可能比较能接受的语汇下面。踢你。踢。然后表演的三副问题转到排练室，同团员经典新作品。喺舞者咪係藝術總監嘅彭曉妍，隨時要注意大家嘅譜嘅同步譜。臨時有人搶架，即下就係落去補。看起來無限凄慘，其實佢跳到蠻幾條。再推出嘅作品，行係愛反省人類同環境嘅關係，來探討科技日漸日發達，人生見來見往見退化。人同人變到懂唔起。想象说，如果人继续关闭自己的感官，你可能觉得虚拟的世界就是一切的时候，人有没有可能，因为脑不会退化嘛，有没有可能是你的神经系统的连接，或者是你的肌肉萎缩退化？所以在那个时候，我想象的人是他已经失去了他基本运动能力，可是他还是可以生存，就靠我们的高科技，可能假想你的地板上都是触控萤幕，所以它可能轻轻一按就有食物送到嘴边，就是人已经完全失去他的那个动物的本能了。也條後生嘅舞者都係並以台舞蹈內畢業嘅。雖然舞蹈嘅主題係其他舞團當時創作嘅領域，不過也條團員知道有 NTP 嘅風格，舞者有很較多嘅空間好發揮。他不會給舞者動作，他想要舞者自己發展他自己的東西，然後再整合。因為在外面其實就是有一些不用是直接給動作，然後有點像模仿方式，可是這邊會是用自己的身體下去做自己。而他想再去改变他想要的东西，所以是一个还蛮有创造性的空间这样。從小就學跳舞嘅彭曉妍，一直想要做一個專業嘅現代舞者。不過高3幾年，充滿熱情嘅去考台灣藝術大學舞蹈呢，等我報道嘅張敢同家爸家妹講。他没有说中午的你就会去就是考联考，中午的去读舞蹈系，他只有淡淡的跟我说，我尊重你的想法，但是你想一想，就是他的建议，他就说你看看像林怀民、罗曼菲老师，他们都有很不一样的人生经历之后，他编出来的作品是不是更能感动你？他就这样一句话，然后我跟妈妈本来2个人哭了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在电话里面，因为我在台北。他就一句话就化解了我们所有的那种不愉快，然后就让我冷静下来想。伊考完才能做去報道的嘛，但是佢存到含到真是嘛，都存到幾人嘢嚟天天變太學嘅啦，是吧？大家都有講嘅要求講吼，太學好好委託新人，不管考到乜個學校，呢個完整的一個大學教育學完了以後，我行那條路，我要全力支持。
佢今面家爸讲嘅话，一方面希望讲师自家对舞蹈嘅想法，同时想要累积更加多嘅人生体验。彭少妍下校去图推态，图同生活环境同有关系嘅农业呢，也其实咩认真佢从事接送等等家爸家妹去上空体验太自然嘅经验有关。因为学习地都对让我一个动创业的地方，所以我哋细下摆带佢一无讲贴俾你嘅目的讲，前面一条线来，听讲嘅线来唔按嚟hand贴，前面去到嚟动随性嘅方式，去到嚟让下摆带佢去好容易步啦，看到佢摸海叫做我好奇咩，我摸啊，如底嘅慢慢讲嘅叫我想讲，我转移我变数咩。太后新年，以唱离舞台当演，不过彭少妍无不用睇练舞，行卡客厅要做一个现代舞者，一直到读研究所，遇到欧洲嘅编舞家，以第三拍图曼，鼓励佢结合对环境嘅专业来发展自家舞台风格，将行卡客厅技能摆爱行嘅方向。我一直想着我要怎么结合我两边的兴趣，那遇到他就送给我2个字，就是 dance 和 ecology。那他把这2个送给我，其实他只是很像开一个门，他并没有告诉我说你应该怎么做，他只是期许，因为我有学生物的背景，他觉得我似乎可以比他了解生态这一块有不同的看法和见解。2009年，彭少妍成立嘅舞蹈生态内，当年推出嘅作品，希望结合表演同视觉艺术，为打破舞台嘅限制，透过舞在舞来表达生态共生嘅概念。不过，竟然伊个舞台主题爱情，从提出唱喺舞在舞卡，为了提供舞者有安心练舞嘅环境，彭少妍搭帮教员合作计划，伫学校开业舞蹈课程，艺术落去教员。舞团没有好啲呀落错来练习。制作舞团周代安内进来学校进驻，有一个很好的地方是我们可以跟下一代接触，然后对我们而言，一方面培养未来的观众，二方面就是一个我们在做表演艺术的，我们实际在做什么，可以让学校的老师跟小朋友实际看得见。有时候老师可能会觉得说，那这样子的空间我们怎么去运用它，可能我们也会有一些盲点或思考上不足的地方。那引进他们从观察吧，或者跟他们去做讨论的一个过程中，就知道说，我们也可以从哪个部分课程，或者是哪一些活动中去带领孩子，或甚至老师。我觉得对老师来讲，也是一个蛮好的刺激。舞团成立第4年，因为自家素材，虽然也条团员有时节还会讲课教跳舞来维持开销，不过最近天天的啲国际风受人注意，有少少有人邀请去澳洲、美国参加艺术节的演出，演出针对坎皮拉速度艺术季表演出来，加条会继续用舞蹈来讲台体的故事。